跑得太快了。太快了。跑太快了。在跑，在一直在跑。左朝看，从你们先朝看。你叫齐美是吧？对。对。hello。汗水好多，到齐美。这就是齐美。这个是齐美。这个是谁的我不知道，没问的，一会儿问吧。赫尔。这就齐美啊，他就齐美，那是齐美，他就是齐美，他就是齐美，还有齐美吗？对呀、好热啊！我在这里面，车在里面，车在里面。说多少弄，那如果多少多少弄就对了。你看那有你说拍照的话就。这个是奇美，其中的奇，美丽的美，他们团队的最有名的好像是。第一个。谢谢。他去来的今天就炸了，是吧？对。这个也拍了没事，我这边也拍了，我2个几个备份，这个小的破壳的山也拍了，还超广角的，超广角的，这个是不定焦的，这个手机拍超广角。这是送什么？那个全拿去办晚宴。这个。直接跳哪去的？直接跳第6个让了，我跟你说嘛。哪个家伙？拿完以后，他们那个抖音上面，你搜了加了他的吧？我们加他的，但是另外一个。还有另外一个。到了吗？今天晚上很热了，我觉得哪去了来了？奇美还有什么团队？比如现代团队，看吧。完全不晃眼，我在看上。哦，这个。啊？这是谁呀？就是这个。哪一个？他们是，哎。这他们服装队是吧？是他们团队的。啊。
他们团队的。拥挤了。啊，拥挤啊！那第一个，我看在哪里？这边这边，就第一个这边，在前面前面。第一个。嗨 ，hello，来了，这边就第一个，没想到咱们今天晚团队有活动。好快动作嘛，收了鲜花马上就跳，about 10 second， 然后10秒钟左右吧。虚空之海。这。哇，我看你那个衣服烂了个洞嘞，真的有点像。啊，走马出，这边，旁边，就这个，你看，就他。徐峥前面那个。啊，就这个。龙正前面那个。这个。啊，对。送过来，知道吧？拍个视频嘛。走马出，直接送吧，直接送。他送我。哎呀，赶紧送给我啊！赶紧送给我吧。不可以的。这样拿过一条狗以后有点意思，搞崩了。棒棒糖随便拿。苏先生，这个是他选的，这一种新款的。哎，没多来喽。今天来有点比较晚，昨天又来的比较晚，吃了饭来过来的。他们3个在一起，随时都在一起。那台together。看来4K 直播现在不是了，我觉得有可能还是要翻车，有可能就像这种情况人太多了，基站信号承受不了，就有点卡，然后就不行了。之前直播是没问题的。
取真。好了，取证啊。待那边后面。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哈。二点穿黑衣服那个。哦，对的，那去吧。等一下，等会儿他跳得过来吧？他跳到这里过来，好吧，好吧，好。哦。春晓，thank you，很多星星，很多爱心。有盘它会出那种情况。哎呀，这人呐，越来越多。他们都知道，感觉嘞，都没通知的嘛。有把这全部拆了，这儿全部把房子推了。啊？我说把这边房子全部推完，所有拆了，全部修广场。为了跳，我说这个开玩笑，我说把这全部拆了，随便搞个啊。我停到旁边那个拍那个视频那边。多少钱一小时啊？7.6块，我给了6块钱。这个楼下就可以停8块钱，那是，那2个小时，2个小时11。这边随便停，反正7、8点钟以后就给6块钱，他就走了。对，他又要跳了。手机要拍啊，拍手机，还是手机方便，随便就拍了，马上拍马上发。Beautiful。这个是零点的。啊，等一下啊，马上。刚刚都晃了眼，2去了。这是哪区来的？新。在那儿的。这儿叫什么？等一下，不要过来嘛，不要过来的。大家转过来嘛，这儿吧，这儿吧。
玲玲吗？是在眼镜那个后面那个。好像对的，在旁边。走吧，这儿等下转过来，转过来嘛。这儿人太多了。这儿宽一些。这儿拥挤那边，看吧。长期不是都是哪去的？他们也是哪去的？七妹在直播。送的，啊，你出来了。那都颜色都一样的。他把团队全部送完了，基本上只有2-3个没送了吧。就是谭先生基本送完了，然后男的送零食，女的送鲜花，还有朗卡卓玛拉卓、周人拉姆啊、阿加拉姆，这些基本上没来的。卓玛拉卓在成都，还有阿加拉姆没在，他在杭州，周人拉姆没在这边。卓玛拉卓以前在这儿，他一般来的比较少。这个，所以说有些看不到。线在哪个位置？这边，你这边这儿是哪个嘛？那个泽巴。泽巴的后面。哦，这边这儿，黑衣服了。就这边。这边他走的这个，在走那个。这个黑的，穿黑衣服了，黑衣服。这儿，哎，对，泽巴的。走2步。好大个。过去喽。
3个又跑了第一脚。我等了哈。马上。等一下。哎呀，爆！好了，好。啊，这儿，啊，送吧。